中国有8间企业，即马互检调发现讲涉嫌透过外资的方式，非法伫咱台湾设办事处，要来挖咱台湾高科技的人才。而且为着要闪过追查，甚至佫要求咱台湾的员工甲健保转去工会，无都是寄伫亲人遐投保。调查官出动至少7个人搜查这间办公室，过来这大办事处，互检调查到幕后主导的是对方来。以长期背景的投资策略，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相关的顶尖科技人才。这间上海汉信科技涉嫌伫2环以外第3地成立空壳公司，甲中资引入台湾，伫台湾研发第3类半导体功率元件，佮污咱国内工程师的人才。检调阁发现背后大金主是中共财政部，也甲中国的大基金。这些公司都是以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的方式，在台成立公司或办事处。加假外资伫台湾设据点，毋若上海汉信，这部名单内原来有南方归国、南京之心、上海新尚美、水星新美，由中共国家企业的控股公司连续3年上中国电子霸强的北方华创，也有德间智能科技，希望能够带头来创立一个最大的 NLP 的产业。官方宣传影片伫谈理想愿景，注重人工智慧机器人研发的对华企业，也非法伫台湾抢人才。不过，检方发现，这届涉案的中资企业做半导体的较济，像台湾工程师前后超过100人。台积电的 CoWAS 或者是 Infor 这一类的技术，目前其实大陆还没有半个封装厂或晶圆代工厂所能够做得出来的。我们的电子产业链的工程师跟人才，尤其是半导体产业链，其实可以用熟又大碗来形容。那问题就是说，好不好抓？要花多少时间抓？以及抓到了之后，法院要审多久？对华抢人才定定用的一大堆步数，为境外是来台湾险查缉。即马阁有新报简单成立办事处，要求台湾员工健保转工会，也是依亲投保。律师嘛分析，对华公开的抢人才，这甲执法机关证据调查困难，定罪率无悬，拢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